是花心，管不住。总监，总监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你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捷足先登。我感觉后面有人跟踪我。我是你领导，难道就不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吗？我这不是泡好咖啡，在这等您了吗？你不是在家安胎吗？有什么事儿能比工作重要呢？是不是听到什么风？我们公司要裁员呢？没有，只要你们亲自说，那都是谣传。说吧，到底想干嘛？缺钱，底薪已经养活不起我跟孩子了。你是想敲诈吗？我可1分钱没少给你发。误会了，我想接活，我想为公司创造效益，为自己创造福利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我下午去 MD 文创公司谈合作，要是能接下来，交给你做。那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？那你还不赶紧给我滚过去！滚了，这就滚，这就滚，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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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请问Mandy小姐在吗？请问您是刘小姐吗？我们经理还没有到，您这边休息一下。哎，不便宜呀。巧了，来我办公室吧。婚礼那天吧，你说的已经够多了。那天你走后，我们氛围还不错，那就好。原来被你拿走了。那天你走的时候可什么都没有拿，连垃圾都是我帮你收拾的。看来你靠他服女士混得不错呀。她现在叫他服女孩，我们在包装设计上面做了很大的变动，跟他服女士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今年已经出到了第5个系列。最好没什么关系。这玩偶挺可爱的啊，但不是我设计的。我一直觉得你很有画插画的天赋。我知道我有天赋，最后还不是被你利用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不应该还在为别人打工，也该好好想想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吧？听完这句话，我觉得项目没什么希望了。哎，这沙发不错呢。项目都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啊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转变思维吧？不然没有人会看到你的才华。要先妥协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，你才有资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你30岁就把婚给结了，房子也买了，车也买了，那你后面几10年多空虚啊？怎么会？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。等你上到一个平台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欠缺的还有很多。不如先看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的平台吧。优秀的人都会追求实力与魅力并存的无价艺术。不就追求钱吗？你偷走了我的作品，还在这跟我说些有的没的，不应该做点补偿吗？白嫖吗？我们以前是合作关系，设计版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。你想问题怎么可以这么简单？不过也是，搞创作嘛，思想单纯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我刚才在想，要不跟你老板商量一下，我们他服女孩后面的一系列延伸设计都交给你来设计，算是补偿吗？考虑考虑。不送。九里，别，别吃。给你看好东西。版权转让协议书？疯了吧，马迪！我们可交不起下个月的房租了。现在难得有大公司看上我们，肯包装推广，这多好的事儿啊！拿走版权是可以接受的。
你想想，这之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项目来找到我们，你还可以构思新的创作嘛。拿走版权，那版权是可以再生的呀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工作室活下去。版权是你个人的吗？跟我商量了吗？你有病吧？怎么说话呢？我贡献也很大的，好不好？况且工作室的运营本来就是我说了算。我们都多久没有接到单子了？你是真的想饿死吗？谁不想当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呀？别拿艺术家骂人啊！榴莲，做人不要这么理想化，试试转变思维好不好？不然谁能看到你的才华呀？榴莲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吧？转变思维，转变思维，我的才华需要被看见。转变思维，我的才华需要被看见。转变思维。我的才华需要被看见吗？朗诵首先要注意发音，而发音最重要的是口型，字正腔圆。下面跟我一起调整气息，我们来朗诵范文。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，就做山谷中的一丛灌木。哎，刘女士，你好。你好，刘老师。李老师，我们家榴莲的画怎么没有挂出来啊？哎呀，榴莲的画确实让我很头疼的。其他孩子心目中的妈妈，不是美丽就是温柔，这不能画成个人妖吧？人妖。谁是人妖啊？那这不男不女的不是人妖是什么？我多次强调，这个年纪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。作为家长，对于孩子的性别观念要一定产生正确的引导，产生错误的认知，以后会出大问题的。那些把自己妈妈画得跟李嘉欣一样的孩子，他们的认知就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李老师啊，您平时说榴莲的缺点呀，我都认可。但是这一次吧，画的是我，那我都不生气，您生什么气嘛？再说了，这孩子有创造力嘛，那是值得鼓励的事儿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丑啊？我做什么了？你要恩将仇报？这是抽象画。什么抽象画？你能不能学点正经的？抽象画值钱，毕加索画的就是抽象画，他的画是世界上最贵的画。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？等我的画值钱了，你就不用工作了，我买个大房子来养着你，雇佣人伺候你，买几条狗，再买个爸爸回来。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？画本来就能赚钱呀。以赚钱为目的的画画，没有一个能成的。但是你好好的画，老天也不会亏待你。榴莲，学东西啊，千万不能心术不正，知道吗？麻烦给我们俩拍张照。